好啊，天父愛你。 Jesus loves you。 每日都係新嘅開始。你預備好同天父一齊踏上今日嘅靈修旅程未啊？而家等我哋用少少嘅時間，安靜我哋嘅心靈，聽下最愛我哋嘅天父嘅話語啦。哥林多後書5章17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嗨，大家好，我係天恩。 Hello， 我係 Penny。大家好，我係羅賓。爸爸媽媽，我睇到今日嘅新聞，睇到呢個世界真係立立亂啊！我喺度諗，到底我哋人類揾唔揾得到一個真正嘅天堂呢？真正嘅天堂，天恩，你所指嘅係咪好似陶淵明所寫嘅《桃花源記》，孔子所講嘅天下大同，亦或者馬克思心目中嗰種理想嘅社會呢？係啊，我所指嘅真正嘅天堂就係類似咁樣啦。咁樣嘅理想社會係咪真係有可能實現喺呢個世界呢？呢條問題都好深喎。其實好多人都同天恩你一樣，都諗過呢條問題，但係事實證明，我哋人類自己真係搞唔到咁樣嘅理想世界噶。係啊，最根本嘅原因就好似羅馬書3章23節所講，因為世人都犯了罪，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會有嫉妒、紛爭、貪婪、仇恨呢啲嘅問題。就算俾我哋整咗個人間天堂出嚟，最後肯定都會俾人搞得成個地獄咁。咁又係。之前我仲聽過有啲人話唔想去天堂喎，話因為嗰度冇得做自己中意嘅嘢，例如冇得賭博啦。咁啲人咁講，其實又唔係冇道理嘅。但係講返轉頭，我哋人類又確實唔係咁適合住喺天堂噶，就好似魚冇辦法喺陸地上生活一樣。喺約翰福音3章3節，耶穌講過：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經文嘅意思即係話，除非我哋嘅生命有真正嘅改變，得到聖靈嘅重生，擁有一種屬天嘅生命，否則我哋根本入唔到去，甚至連睇都睇唔到上帝嘅國，更加唔好話要響天堂度住啦。冇錯，改變生命絕對唔係靠我哋自己話想改就改，更加唔係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咁簡單。魚變唔到人，我哋都一樣，係必須要由上帝親手改變我哋，賜俾我哋屬天嘅生命。就好似提多書3章5節所講，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我明啦，即係要靠上帝賜我哋屬天嘅視野、領悟同埋性情，好似以弗所書4章24節講嘅咁樣，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又正如約翰福音3章16節所講，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只要我哋相信耶穌，並且活出呢種在基督裏面嘅新生命，又好似哥林多後書5章17節所講，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只有咁樣，我哋先至可以進入上帝為我哋預備喺希伯來書11章16節所提到嘅嗰個，就是在天上的更美的家鄉。親愛嘅天父，多謝你今日俾我哋體會到天堂原來唔係一個靠我哋人類自己嘅手段可以爭取到嘅烏托邦，而係你親自賜俾我哋最珍貴嘅禮物。求你幫助我哋願意完全接受耶穌基督，令我哋生命經歷真正嘅重生。因為喺你裏面嘅重生，唔單止係為咗將來有永恆嘅歸宿，更加係為咗我哋而家嘅生命。求你帶領我哋由今日開始活出你嘅仁義同埋聖潔，體現屬天嘅生活。多謝你帶領我哋經歷呢個生命最大嘅轉變。我哋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阿門。詩歌全新的你。